莎士比亞的忠誠眷屬海倫娜的這段戲劇獨白是一次強而有力的、充滿情感的愛情告白。背景和特徵：伯爵夫人的下層被監護人海倫娜正在表達她對伯爵夫人的兒子伯特倫愛意。這段演講發生在第一幕第三場，海倫娜向伯爵夫人親自表白了她的感情。關鍵主題：單戀。海倫娜承認她對伯特倫的愛可能是徒勞的，但她仍堅持。社會階層差異，她提到她的朋友貧窮但誠實，突出了她和伯特倫之間的階級差異。自我犧牲，海倫娜願意為愛情受苦，將自己的感情傾注到挑剔而又堅固的妻子。宗教虔誠，她將自己的愛情比喻為宗教崇拜，將伯特倫比喻為她所崇拜的太陽。文學手法隱喻，海倫娜用把水倒進篩子裏的比喻來代表她徒勞的愛情。名譽，她將自己比作崇拜太陽的印度人，強調她的虔誠。悖論，海倫娜表示她在死去的地方卻甜蜜地生活，凸顯了她愛情中苦樂參半的本質。押韻，獨白以押韻對句結尾，這是莎士比亞常用的一種強調重要時刻的技巧。人物洞察，這段獨白展現了海倫娜的聰明才智、自我認知以及深厚的熱情。她了解愛情中存在的社會障礙，但仍堅定不移。她願意在必定會失去的地方借出和給予。這既展現了她的無私，也展現了她的堅韌。海倫娜對伯特倫的熱愛推動了整個戲劇的情節。這段獨白設定了他的人物弧線，預示着他將竭盡全力贏得伯特倫的喜愛，包括治癒法國國王和精心策劃計劃以滿足伯特倫看似不可能的條件。在表演中，演員應注重獨白中的情感歷程，從卑微的告白到熱情的表白，同時保持海倫娜的決心和自我意識的潛流。忠誠眷屬第一幕第三場戲劇獨白。海倫娜，我承認，在上天與你面前跪於此處，在上天之下，我最愛的人便是你的兒子。我家雖貧，但誠實正直，我的愛亦如是。請勿見怪，因這愛意並未傷害他，他無損於被我所愛。我並非因狂妄之舉而追隨他，也不願擁有他，直至我配得上他之時。然而我卻不知自己該如何方能配得上。我明知這愛是徒勞無功，逆着希望而行，卻仍如往無底漏斗中倒水般，不曾停止地將愛傾注其間，依舊一再地失落。因此，我猶如虔誠的信徒，在錯誤中固執地敬拜着，將伯特倫視作我所崇敬的太陽。他照耀着我這個膜拜者，卻對我的存在一無所知。我最親愛的夫人，請勿以你的憎恨回應我的愛，因為我愛的正是你所愛之人。但若你自身，一位德高望重、品行高潔的長者，曾於純潔真摯的情感中，以端莊的心愛得深切，那你的心中既為貞潔之女神迪安，也為愛之化身。那麼，請憐憫我這般無可選擇之人，只能將愛傾注在必然落空之處。我並非尋找愛情，卻仍追尋着，如同在死去的地方，卻甜蜜地活着，甘心情願地將情感灌注在這充滿挑剔而堅固的篩子中，明知流逝，卻仍不斷付出。我甘願為愛情受苦，在必定會失去的地方，仍無私地借出並給予一切。